点人书好心的栽培，用心的教育的，所以互我较有即个机缘，搁伫即个庄严的活动呢，以诸位前人大德来参演即个道理呢。啊，互我呢立的一个歌曲叫做入外国。啊，当然这咱咧讲师培训呢，拢伫即个出世必要的内底呢，也即个讲题啦吼。啊，互我是以即个例外功来做一个讲题啦吼。啊，为虾米要例外功？哦，因为其实伫三者大家普渡的过程当中，哦，咱的例外功就是办道。哦，因为咱即期的三期大开普渡，参过去的修行者无同款嘛。过去的修行者讲啊修啊3000公过3000公800个满，哦，啊毋知会当到得道，啊毋知影嘛，哦，啊咱即期中年会当互咱先求着道，先求着道，你一定爱办道嘛，哦，办道就是咱培养修道师即期的上界殊胜的任务，嘛是上界殊胜的使命。啊，无咱一个有当时啊讲咱一个凡夫俗子，要安怎参与即场天人共欢的大事？哦，所以呢，伫即个求道的过程当中，咱爱一定为虾米讲？爱入外国。哦，入外国呢，也就是讲，咱有去发觉着讲，你若无去办道，你就无入外公的机会，你无去入外公的机会啦吼。啊，所以呢，即个例外公对咱即个三者大开普渡是一件足重要的代志，嘛是咱个人要行功了愿上界好的机会啊。啊，为虾米讲咱要来研究伊即个出世必要？过去呢，日本的一个圆信大师呢，把具思想教育，伊较甲你讲，二三恶道生于人间，应大庆喜；五辛虽贱，不劣于畜生；五家虽贫，犹胜于恶鬼；事虽不如人意，难比地狱之苦。世间之难自得有，即是出世间之因缘。心虽卑贱，也亦是入菩提之尊。哦，我这判决应该是入菩提之道，导师的道了因为为什么甲咱讲二三恶道生于人间，应大庆喜呢？因为咱要离修行学道这条路，哦，若无成为咱的人生，你要得到无可能，哦，所以呢，咱有迄个福报，有迄个因缘，生于这个大环境当中，应该拢爱家己按一个赞，拍3声，哦。因为咱有迄个福分啊，啥物生于即个人间啊，你是毋是爱家己真正按赞者？哦，所以他讲五辛虽贱，不劣于畜生啊。你啊看，咱若毋是离三恶道的畜生道、恶鬼道、地狱道，哦，又搁伫即个畜生道当中，虽然咱的即个臭皮囊呢是足无好的物件，但是上减无嘛比畜生较好啊。因要来出世即个人生，无可能啊！哦，毋知你等几偌世，较有法度换一个人生啊！哦，五家虽贫，犹胜于恶鬼啊！哦，虽然讲咱好业嘛，毋是做好业啊。善嘛毋是作善啦吼，
但是呢，咱嘛比恶鬼更较好过啊！哦，事虽不如人意，但比地狱之苦。而咱即个人世间，虽然咱会拄着安尼讲，事情呢十之八九呢都不如意嘛，十有八九都不如意嘛吼。但是咱袂比地狱你生活地狱当中更较艰苦啊。所以世间之难大，为什么咱住在这个世间，佫会感觉足歹？伫这个世间呢，住甲足艰苦，因为咱有痛苦、烦恼、忧愁、挫折、困难，种种障碍着咱的心嘛。咱的身心意，拢伫这个世间障碍着，致使咱无法度要去通找一条路，会当出入这个世间。若毋是咱三者大开报道，真道讲说，事实讲，咱真正要出入这个世间呢，真正是足困难。哦，所以呢，咱这个心虽然卑贱啊吼，但是嘛是入菩提之道。若无这个人生就对啦，你要怎修行学道？若无这个人生，你要怎千里风雨书万里追到怪？若无这个人生，你啥物都拢免讲。所以呢，咱这个心虽然是足可贵，但是咱嘛是要成就佛菩萨伊的一个因缘啊。你也看过去的诸佛菩萨，哪一个毋是对人生开始受体的？所以咱来生于这个人间，应该爱足欢喜所以讲，何为出世？出世呢，也就是讲，你自心有感悟，会当解脱烦恼，出离生死。其实你若伫这个世间咧大，有的人讲这个世间足快乐的啦，无痛苦的啦。伫这个世间遮清大，伊感觉拢足如意的啊。伊无感觉人生的苦啊，伊就袂去想要找一条解脱的路啊。因为有的人的生活感觉我即个生活安尼足好啊，伊袂去了解着讲，咱阁有另外一个世界，咱阁有生就有死嘛，伊无将痛苦烦恼看伫心面但是有一个觉悟的人，伊有，你也看过去的圣者诸佛菩萨，伊就是拢咧启示咱这个世间是苦海的，所以你也看观世音菩萨入一个方式在外讲，苦海的众生若无度尽呢，誓不成佛。所以咱这个伫这个人世间，就是一个苦嘛，就是一个苦海。有的人把苦海当作是乐谷，伊袂想要讲找一条路会当离开这个世间，会当来超生死脱轮回啊。所以出世的理想不离入世，不离呢现实的环境。所以呢，为什么讲爱出世？出世呢，毋是讲咱离开这个环境呢，入去深山孤独心是伫这个环境当中呢，你爱入伫这个世间啊。所以过去咱慧英会的甲咱讲佛法在世间嘛，不离世间觉，离世求菩提，卡如求土觉。所以你要离开这个世间，你要求佛法，原来有哪是伫这个世间咧寻求的嘛？伫这个世间
咧体悟的嘛，伫即个世间咧行持的嘛，哦，所以绝对呢袂使离开即个世间就对啦，袂使离开咱即个现实的环境嘛，哦，所以呢，咱要求出世，一定爱有入世的准备。啊，入世就是伫咱的生活当中，你嘛爱有家庭嘛，嘛爱有事业嘛，哦，伫即个环境当中，要安怎求出世？哦，所以过去呢，顺治皇帝呢，伊的出家师呢，就甲咱讲嘛，哦，因为在地三河主，不及真假冠人寒，来时好多去时迷，空在人间走一回，未情生我是谁？合眼朦胧又是谁？不如不来也不去，也不欢乐也不悲嘛。哦，所以你看，人做一个皇帝，人做一个皇帝，伊都有去体悟着讲，啊，伫即个世间呢，咱毋通空来即个世间走一回，哦，毋通白来人世间，哦，因为你若无要求一条出世的路，你呢，你就无法度人好，会当超生出发轮回啊。所以讲来时糊涂，去时迷嘛。哦，来拢糊糊涂涂，去呢，搁真迷嘛。哦，毋知影利用咱即个人生呢，在即个人世间呢，做一个解脱，哦，做一个解脱啊。所以咱人拢会空在人间走一回。生了搁死，死了搁生，所以咱前辈者讲，咱伫即个人世间呢，拢伫遮分段生死，生搁死，死搁生，生搁死，死搁生，这叫做分段生死，一段一段嘛。啊，咱拢袂要安怎去了断生死，啊是要去了脱生死，哦，咱伫即个伫即个咧看，伫即个世间咧看的过程当中，袂输讲哦，这是一个足自然的现象啊。人有来就有死嘛，这是足自然的现象啊。所以过去当人咧讲，我迄落拄着这生死的源头的话，都讲啊，我20年后阁是一条好汉，但是20年后毋知敢会当阁出世做人，啊，阁一个问题嘛，哦。以为讲这是足自然，啊人若死后，梗嘛是搁出世做人，敢有遐好，敢有遐好诶，哦。所以呢，顺治皇帝甲咱做这首诗呢，就是咧甲咱体悟，哦，为情生我是谁啊？后眼明朗又是谁？不如不来也不去，也不欢乐也不悲，哦。所以呢，这维摩诘经呢，他甲咱讲：歌愿绿地不胜莲花，悲惜污泥乃成诸花。就是讲，高山、平原、绿地，哦，莲花袂生伫即款所在啊，哦，莲花呢，咱知影，莲花是出污泥而不染的嘛。伊一定爱伫足无清气的绿光环当中呢，较会当生长伊足水的花嘛。哦，那是就是代表讲，你若离开这个人世间呢，你要来修行学道呢，就成果就较无遐好。啊，你若要脱离这个世间，你一定爱入伫这个污秽的污泥的世间。那呢，咱时常咧讲，迄个火里莲花呢，水里栽嘛。哦，咱即摆就是伫火中咧栽花莲花，因为咱即摆讲是火体咧修行嘛。哦，啊，所以伫火体咧修行，你会拄着种种的考验，种种的代志。那呢，咱后摆所生出来即类莲花呢，较会特别水啦。所以呢，出世的理想呢，就是无离开这个世间，哦，就世间呢，才会当出世间。就是讲，
你一定爱伫即个世间呢，伫遮呢，你才有法度找到出世间的方法。哦，所以你也看，咱毋是伫深山古洞，咱嘛毋是伫寺庙啊。哦，所以有当时啊，咱咧去甲体会讲，真正伫即个世间，要来修行学道，比起伫深山古洞还是寺庙咧修呢，真正较歹修啊。哦，真正较歹修啊。哦，因为你会拄着你的家庭上的问题啦，事业上的问题啦，人事上的问题啦，足侪种种的问题拢会困扰着你，使你的心袂清净，使你的心无法度去解决。所以伫即个世间，真正要有成就呢，就爱伫即个世间，较真正咧修行学道嘛。因为伊拢会考验着咱的心，哦，伊拢会考验着咱的心。有看你的心有坚持，有坚定无？哦，就生死了生死。哦，咱咧讲，咱即期的修行学道，毋是要修迄个永生不死的，咱咧修是要修超脱生死的。哦，所以你若无就生死的问题，要安怎来了脱即个生死？就一心了一心。哦，就咱即个身躯，你就是即世为虾米讲迄个白羊皮，即世要互咱一世修一世行，就是要互你利用你即个身躯，会当来成就着佛菩萨啊！你毋通搁即世修无好，后世搁来，就有当时啊无遐好的因缘啊。真正呢，有当时啊，咱有遮好的因缘，你着爱有一个目标，有一个方向。讲今仔日讲，有当时啊讲入一个台湾讲，即世无修呢，绝不罢休就对了。哦，因为咱有当时啊，毋知影临时较会当拄着遐好的因缘啊。哦，所以呢，咱入要出世，要来出世以前呢，一定爱入世。哦，所以为人大师甲咱讲，佛法在世间，不离世间道，离世入菩提呢，卡入净土教。哦，所以呢，伊这有当时啊讲，伫这世间好行功、好立愿，嘛足好行功、足好立愿，咱才有迄个机会来行功了愿。若无的话呢，其实你若无伫即个世间，伫遮咧行功了愿呢，你要去对找机会通去行功了愿，无哦。哦，你也讲像过去你去深山古道修行，你要怎去度啦？你要怎去劝化啦？哦，所以呢，咱袂使离开即个世界。所以呢，出世比也讲立外讲，立呢就是坚持、建立、创立；外讲呢，就是讲负起着度人、成全人的责任，行济人利物的代志，这拢叫做外讲。哦，因为咱即世是外讲是要来办道嘛。哦，三则大家播出。三者大概普渡因缘最重要，就是要来度咱的兄弟姊妹，每一个人拢会当等于回天弥报。所以咱拢有负起度人、成全人的责任嘛。哦，所以为什么咱来办道？办道就是要会当度更较侪兄弟姊妹，会当等于由此换回到彼岸嘛，行济人利物的代志。这种叫做外讲，哦，所以为什么佛堂的有工课呢？咱大家拢爱来，总爱来佛堂走做工课，就是咧用济人利物的代志。所以呢，王佛师尊他甲咱讲，
有事呢见公义，无事呢见公然。哦，就是佛堂有三则大开普度的代志呢，咱要来行功了完透机会呢。其实若无三则大开普度的因缘，咱要去建功立业，咱要去行功了完全无机会啊！完全无机会啊！所以呢，有事见公义，就是有三则大开普度的代志，会当天人共办。所以呢，咱每一个人除了求着道以后，咱拢有一份责任来帮办着咱的老师呢，担起着三则大开普度的责任嘛。所以呢，有代志，咱才有了缘的机会啊。其实若无代志呢，咱就无了缘的机会。所以呢，咱是上天听前辈者甲咱助逼嘛。一日修来一日功，一日无修一日空。伫修行下课过程当中，当然毋是讲来佛，逐日来佛堂，较叫一日修来一日功嘛。其实咱伫家庭上，咱的为人处事，你拢爱有迄个定力，迄个修持啊。当然其实修行毋是来佛堂，较叫做修行嘛。你家庭咱嘛当修行嘛，你职场咱嘛当修行嘛。处处业业拢是咱修行的好所在嘛，只是看咱的心有守住本心无。你的心若有守住本心呢，你就是一日修来一日功啊。你的心若无守住呢，逐日都上下起伏足大呢，那呢就一日就空过啊。所以你外讲呢，不外呢就是布施办德嘛。当然布施咱拢知嘛，布施咱知，财施、法施、无畏施。布施是咱建立外讲上好的方法，就是财施、法施、无畏施。我毋是要讲布施，我要来讲办德，因为安怎讲？因为咱建外功上好的先天条件就是渡人来求道。渡人办德的迄个先天条件，就是爱度人。度人就是咱见外功的第一期功。为什么爱度人？咱有108年，咱有开荒报国主，因咱度人，对不对？度人呢是要互咱的兄弟姊妹呢，因更加有机会。来闻到先天难道，会当互因借着这个机会呢，来互因了解到每一个人的真主人。所以华佛师兄甲咱讲，人生上大的布施功德就是度人。因为咱前辈者时常咧甲咱讲，度人有3分的功德，上天拨你7分到10分嘛。所以度人的功德上大。所以过去呢，有一个故事啦，就是讲有一个太太呢，伊足诚心的啦，足诚心的爱去一间寺庙呢，伊讲每一天呢，都拢去做指工，做指工呢，就是伫遐呢，甲切佛刀啦，切饼扫啦，切玻璃啦，数10年如一日，伊拢无间断。但是呢，有一天呢，伊较去遥遥想着讲，我花费几10年时间，伫即间寺庙咧切佛刀咧扫地，
那呢，我的功德唔知有偌大，所以伊心了就想即个方，想着即个就对了。所以咱有一日咧困去呢，讲梦去就对了，梦去唔知对着菩萨就对了。咱就甲请教这位菩萨讲，我伫即间寺庙吼。做义工数十年，从迄日拢无间断。我的功德唔知有偌大对啦。所以迄个菩萨就讲，安尼我甲你查看卖啊，我甲天天查查讲伊的功德较偌济，2.5分，2.5分啊。所以你咱为什么讲度一个人度3分的功德？伊迄个。你即个佛堂做无畏师，迄个听啥？为什么伊个功德会遐少？为什么咱的功德，度一个人的功德有遐大？所以呢，迄个所以甲你讲，救人一命呢，胜者积极地辅导救人的一命，咱时常咧讲，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。就是讲，你救一个人的性命呢，胜过呢去7站的寺庙，迄个功德搁遐大啦。但是呢，咱度人救人呢，是要救伊的性命，会当超生死脱轮回。其实要救人一命，你毋是会当简单就讲，随时会当去拄着讲，人滑落水沟啊，要淹死啊，你去甲救起来，无可能嘛但是咱度人救人，随时随地。拢会当嘛，拢会当做嘛，拢会当去练习的嘛。所以呢，度人救人呢，是人生最大的报酬功德。迄个无错我讲到这，这边道人点燃寺呢，感恩慈悲然后讲到这，最后就点燃寺。各位前贤大德呢，我是说满身体健康。Gracias.